来看杭州亚运，搁100日就要起稿啊！国训中心是举办宣誓活动。体育署长陈世忠表示，台湾为1954年参加亚运以来，高达已经有累积99块金牌。到今年这届金牌数量就会超过100块，伊期待选手拢会得拼出好成绩。操练体能，则含教练练拍手背。同学木胜区的铜牌黄晓文含刘宗泰，这对师傅含徒弟，2017年就入去国家训练中心。这当外来生活就是训练和比赛。9月黄晓文就要去第2摆亚运。上一届的亚运是受伤然后退赛嘛，那今年希望自己就是可以健康完赛以外，然后也希望可以突破自己上一届的成绩。3月世锦赛摕到金牌，返来台湾了后，才发现讲正手已经骨折。黄晓文讲，经过休困已经完全恢复，接落来会亲像进前同款，刷去美国来训练。霹雳舞红放入去亚奥运做正式的项目，亚运剩100天的宣誓活动，特别予培训队开场表演。国手刘成德讲，去年就入来到中心，这一下亚运就要到啊，有感受到更加侪人关心霹雳舞。透过亚运，这次亚运或者是2024奥运，真的会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霹雳舞到底在干嘛。打工赚钱，然后去到国际比赛不容易。那其实来到国训中心的话，我们可以使用国训中心的资源。通训练的人旁，柔道男神尤永伟嘛参加活动。尤永伟讲，应该亚运20岁，经过5冬和参加冬奥，心态上翻拢当大人啊。持续有很多的国际赛事要准备要备战，所以就是也朝着自己的方向正在努力，希望自己能够在亚运能够有好表现。体育署长陈世忠讲，台湾1954年参加亚运以来，加起来已经摕到99面金牌，这届金牌数都会破100。这届代表团有800个人，选手有500个人，史上上济。希望各手都会当自我突破，摕金牌拼冠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